天地之間，一陰一陽謂之道，萬事萬物逃不開盈虛消長、損益相循嘅定數。金錢流轉亦同此理。世人大多只見金錢之陽，只貪財物累積，手頭寬裕，卻忽略守財、節欲之子之陰，一味向外追逐，不懂向內收斂，到頭來收入愈多，負擔愈重，看似手頭活潑，實則財富空虛。一旦遇突發風浪，即刻手足無措，滿心惶惑。易經64卦損益二卦，專論財物進退、損益盈虛與時偕行。短短8字，道盡理財最根本嘅心法。可惜今人多數輕視，只信投機暴富、消費享樂，將古聖傳落嘅持家積財智慧拋諸腦後，終日陷喺追錢、耗錢、缺錢嘅循環之中，難以脫身。金錢本身無善無惡，只係交換物資嘅媒介。真正左右一個人貧富安頓嘅，從來唔係收入高低，而係對金錢嘅心態、花錢嘅分寸、積財嘅節制。有人月薪微薄，卻年年有儲備，遇事從唔使四處借貸；有人月入豐厚，出入高消費場所，名牌、奢享樣樣齊，月底卻負債累累。信用卡分期、消費貸款層出不窮，兩者差距不在賺得多寡，而在是否看懂財有本末、損有節度。世間好多年輕人踏入社會之後，被市場鋪天蓋地嘅消費引導裹挾，誤以為賺錢就係用來享受，及時行樂先唔枉此生，將節儉視作寒酸，儲蓄當作束縛，無分需要同想要。但凡心動即刻掏銀，久而久之養成透支習慣，收入一到帳即刻分流還卡數，繳各類訂閱，買無謂飾物，到手銀兩瞬間清零，看似日日有消費，實則毫無積澱，財運永遠處於入不敷出嘅失衡狀態。正正應咗損卦象辭所言，君子以情分疾欲，貪欲不斷，財富必然日日減損，縱有源源收入，亦填不滿無底之殼。先論理財，第一關分清必須與虛欲，堵住日常漏財之洞。義理講，凡事有本有末，衣食住行、醫療養老為財之本，浮華享樂、衝動購物、攀比排場為財之末，本末倒置，財氣自然散亂。好多人記賬一段時間就會發現，真正維持生存嘅開支其實只佔收入一小部分，絕大部分銀兩都耗喺一時衝動嘅虛耗之上。坊間所講拿鐵效應，正係損卦最淺白嘅寫照。每日一杯昂貴咖啡，每週數次出外大餐，每月追新款手袋，每季更換全套衣裳。單獨一筆開支睇起來金額細微，不足以造成負擔，但日日損、月月損，累積一年便是一筆可觀數目。如同山澤損卦之象，澤水不斷滲蝕山腳，日積月累，山基慢慢虛耗，等到發覺時，早已根基鬆動。老一輩市井之人未必讀過易經，卻天生通曉損益之道。街市賣菜，貨比三家，不貼名牌標籤，衣物縫補再穿，非必要絕不隨意消費。唔係無能力享樂，而係明白銀紙來之不易，每一分都係汗水換來，不該耗嘅絕不輕易出手。現代人始於簡樸，以揮霍彰顯身價，為咗迎合社交眼光，透支能力撐排場。朋友聚餐搶埋單，出門旅遊揀最高級住宿，見人擁有乜，自己就要跟風入手。虛榮心牽引住金錢不斷外流，到頭來換唔到真誠人緣，只換來一身債務。損卦初九爻言着損之，着字最為精妙，即是凡事斟酌分寸，可省則省，可減則減，對虛欲適度減損，
先可以為真實生活儲留餘裕，唔係要過苦行僧般嘅日子，完全剝奪所有樂趣，而係劃清界線，將金錢留俾真正有益自身、支撐底氣嘅開支。娛樂課想可以有，但必須設立固定預算，超出便即刻止步，唔好任由貪欲無限膨脹，任由財氣隨意流失。易經易卦專講增益，選上益下，聞說無疆。對個人財務而言，益唔係靠投機一夜暴富，而係日日微小儲蓄嘅累積。今日存少少，明日存少少，日積月累，捐滴成河。坊間通行嘅收入分配法則，實則暗合損益平衡之理。50%維持日常必須開支，30%留作長遠儲蓄與低風險增值，1%用作自我提升，1%作彈性休閒預算，一分一毫各歸其位，唔會出現開支失控、儲蓄缺失嘅失衡局面。好多年輕人質疑，月薪微薄，仲要分開儲蓄，生活豈不是太拘束？誰不知，正因為收入有限，先更要懂得閉藏積蓄。收入愈少，愈唔經得起無謂浪費。若連微薄薪金都隨意揮霍，將來收入提升，消費慾望亦會跟住同步膨脹，永遠追唔上自己嘅開支標準，陷入賺得多、使得多、無積蓄嘅死循環。儲蓄最首要嘅目標係建立生活防衛資金，亦即義理所講嘅守本之財，最少儲備6個月以上嘅全部生活開支，存放於隨時可提取、風險極低嘅戶口，絕唔好隨意挪用作投資、購物、娛樂。呢筆錢唔係用來增值，而係抵禦人生不測嘅屏障。世道從無永遠順遂，失業、患病、屋企突發狀況隨時可能到來。若毫無防衛儲備，一旦風浪襲來，只能依靠高息信用卡網貸周轉、利息滾存之下，本來細微嘅困局，即刻變成難以翻身嘅債務泥沼。選卦有云：儀軌可用享，祭祀祈福不必鋪張。兩個簡單禮器便足見誠意，引申到理財，即是安身不必富裕奢華，只需有一筆保底積蓄，便可心定神安，唔會被突發困境牽動心神。呢份內心從容，遠比一時揮霍嘅快感更為珍貴。義理既過形，亦既過損，過度負債便是自身財富持續過度減損。透支未來數年嘅勞動回報，換一時短暫享樂，得不償失。見過太多年輕人手頭信用卡數張，每張都接近爆卡額度，每個月發薪，第一時間全部用來還卡數，還完之後剩低銀兩寥寥，日常開支又要繼續刷卡，財務永遠處於赤字狀態，精神長期被還款，壓力纏繞，日日焦慮不安，連選擇工作轉換環境嘅勇氣都冇，徹底被金錢束縛。若已經陷入消費債務，第一件事便是停止所有額外消費，列清所有債務金額、利息高低，優先償還高息貸款，逐步削減負債規模，待所有消費債務清還完畢，先重新建立儲蓄習慣，將財務陰陽調反平衡。古人講無債一身輕，唔係講完全唔借貸，而係唔好為虛浮享樂透支未來，讓每一分未來收入都用來積蓄增益，而非填補過往嘅虛耗缺口。再者，投資要懂得知時知止，損益易卦皆言，與時偕行。市場有上升之時，亦有收斂回落之際，升勢過盛，適度減持，鎖定收益，唔好貪多，總覺得仲可以再漲。跌勢持續，唔好盲目抄底補倉，硬扛損失，要審時度勢，適度減損止蝕。好多投資者失敗，唔係眼光不足，而係貪心無度，
賺到少少便想更多，虧損之後又不願認輸，不斷追加資金，最終越陷愈深。股性教人節欲，不單止節制日常消費之欲，亦要壓抑投機暴富之貪。財富增值係長遠緩慢積累嘅過程，如同農作春生秋收，需要時間醞釀，無捷徑可走。一心求快求暴，只會落得滿盤皆損。除開金錢收支、投資保障嘅外在規劃，更深一層嘅理財修行係調整對財富嘅內心觀念，修煉不貪、不賭、不執嘅平常心。呢點恰恰係今人最難做到嘅一關。易經講厚德載物，財物係外物，唯有厚重德行，穩定心性，先可以承載相應嘅財富。若心性浮躁、貪婪善妒，就算偶然得來一筆橫財，最終亦會種種緣由耗散殆盡，留唔住分毫。身邊常有例子，有人中獎做生意，突發大財，短短數年揮霍一空，身邊圍滿貪圖錢財之人，惹是非，招禍患，回歸從前貧困狀態，皆因德行撐唔起突然到來嘅財富，心態失衡，不懂節制損益。好多人日日睇身邊同輩朋友揮金如土，出入高級場所，心中生出嫉妒，不甘自己儉樸，於是跟風透支消費，勉強撐起同樣嘅生活水準，完全忽略各人收入底蘊，家庭負擔各有不同，盲目攀比只會打亂自身財務損益平衡。每個人嘅財運節奏、積蓄基礎獨一無二，無需以他人標準衡量自己。有人擅長賺大錢，便適合多做長遠資產佈局；有人收入平穩微薄，便適合穩健儲蓄，減少虛耗，順應自身條件，損益調配，唔好被外界眼光牽引，亂咗自己嘅持財步驟。現代社會充斥各式各樣誘人消費嘅營銷手段，限時優惠、會員折扣、分期免息、先使後付，層出不窮，專門放大人類嘅虛榮同衝動，令人不知不覺超支消費。理財修行便是每日面對誘惑時，時刻以損益之道自省。見到心動物件，唔好即刻落單，給自己3日冷靜期，3日之後仲覺得必須，再納入預算購買。若只係一時心動，過幾日便毫無念想，便證明只係虛欲，大可省去一筆不必要嘅損耗。每個月堅持記賬，分類記錄所有收支，月末復盤，睇清楚銀兩究竟耗喺何處，找出隱藏嘅漏財黑洞。下個月刻意減損相關開支，長久堅持，便能慢慢掌握自身財務流轉規律，做到收支盡在掌握之中。好多人終生追錢，卻永遠被錢牽住走，為銀兩委屈自己，迎合他人，冒險投機，心裏永遠充滿匱乏同焦慮。根源在於只知向外索取，不懂向內節制，看不穿損益盈虛嘅循環大道。真正掌控金錢嘅人，唔係手頭擁有數不盡財物之人，而係能夠自主支配每一分銀兩，唔會被消費誘惑、投機慾望、他人眼光綁架，收支有道，進退從容，有保底積蓄抵禦風浪，有穩健佈局實現長遠增益，亦有餘裕善待家人，幫助他人，內心安穩從容，唔會因為銀兩起伏大喜大悲，損益盈虛與時偕行。呢6個字不單只係天地運行嘅規律，亦係普通人一輩子金錢管理嘅終極答案。唔貪一時揮霍之快，不戀短期投機之利，每日斟酌損益，收斂多餘虛耗，累積長遠底氣，以簡樸養儲蓄，以謹慎避負債，以穩健做增值，以寬厚通財氣，以平常心觀財物。久而久之，金
金錢便不再係束縛人心嘅負擔，而成為支撐人生自由、抵禦世間風浪、成全心中善意嘅工具。順陰陽，合損益，行於財道而不困於財，方為獨宜修身、管理金錢嘅最高境界。